我同你一樣靠你咯。你打第一單，我打第二單，咁我輸咗陣會打，可能打你咪講。你開啲 snap 出嚟啊！你開啲 snap 出嚟。我睇過咯。啲啊係啊，我哋有睇過，我哋有睇過。唔係啊，我哋你啲自拍咯。我想你自拍嚟睇下。係星期四。即係咁掉咯。我哋撳喺地下。打嘅嘛，打嘅，係，都過啦，下分，咁冇唔同嘅，都搞到。人類嘅安全第一，起動羽毛球會派代表到各個處處理財政政策。咁又點啊？俾你燒定先係嘛？陳述啊？我係咪燒俾燒定先？輸緊2支啊！真係，運費啲啊！